全职堂里面的扶贫们，你们好，我们是。自我介绍时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史豆。池塘里面跟池塘外面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可田。我是巴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于丁密的香我。至于我呢，还要我自己讲吗？这么懒啊，不会喊得像知道就好。重新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徽章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徽章，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特别的符号。然后呢，就是比如说，你看石豆，很多人跟我说石豆就很像个猪鼻子，没错，卖完了，卖完了，徽章都卖完了，太夸张了，不行，我们一定要加做。我觉得我的图案超级可爱，因为我很喜欢玩游戏嘛，所以那个就像小精灵两个在那边啾这样子的感觉。你也没有 get 到你的符号的深刻意，你不觉得他像寡龟吗？好了，所以这是什么龟？新龟啊，绝对是新龟啊！他们呢？小薇，小薇，我想吃苹果，你可以给我一个苹果吗？这不是广告，这是干嘛呢？大家喜欢今天就是我们安排的曲目吗？唱了那么多苏打绿的歌，是不是应该要唱一些于丁密的歌？你们想听于丁密的新歌吗？